大家哈，谢谢，好好好，谢谢哈。 OK。做公益、做爱心就是要这样做，你们知不知道？他说要过去2瓶比较多。没关系，没关系，等下就来啊。你弄给来，没关系，我们一样走。这个还有他跟你说。嗯，好，谢谢哈，谢谢。好。好，再穿这个很保暖。好，我们走过去好了，好不好？ 好了。这样子。谢谢。走吧。我们送给需要的人，走吧。好。听说量体还蛮多人需要的啊。 有，人很多。哦，这边哪里啊？来了。哦，我们就是东西跟别人不一样，目的是什么？把我们的爱心散发出去。哦，懂我意思吗？各位粉丝分享起来哦。来，走，跟上脚步。 等一下。需要帮助吗？这边大家都要人，大哥。免费的衣服。没有了，谢谢。感谢您。不会。大哥，谢谢哈，谢谢哈。大哥，谢谢。这边有衣服，还有包宝粥，还有那个中秋节的那个豆子。对，我们是真心诚意的要帮大家玩。可以那个找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人，都集合在这里。集合在这边。我们要固定每个月或是每东西就很多。对。他们不好集合，一个个人的。 哦，是哦，没关系，谢谢哈。好，没关系。不好意思啊。请问下面还有哪边有？那个八角田。八角。在哪边？后桥的那里。好，谢谢哈。谢谢。不好意思啊。好，谢谢哦。我去厕所一下，你们先去我家，马上去。那我们直播一样是在我们队，请他去厕所对。下一个是八角亭，对不对？对，我们那边等你啊。 是啊，剩下一个也要赶紧去车上装。好，你先去车上装，我直播。你先直播，对。你先去车上装。我们这边等你。啊？这边呢，我们这边等就好。哦，等一下还有。哦，等一下很多东西要包。哦，你懂我意思吗？哦，这一次的福利跟全台湾讲一下哈、我们做的公益跟别人不一样。 打给东西在散那个面包，可是我们真的是诚心诚意。我们这一趴将近花了快8、9万的，车上都是货，一大堆8、9万的货。哦，我们就是诚心诚意的做爱心，把我们的爱散发给全台湾，这个概念。哦，有些人可能带个10样、20样就拜拜，阮这不是哦。 阮这就是真正的架干做爱心做公益啊，拢无在吃醋，你知无？我们真正就是要把真正的爱心，泼屎妹跟吃屎跟我们两个的爱心散播爱，把爱散播出去。这次蛮感谢海天生技的赞助，谢谢大家。等一下还有，来哥哥你，谢谢。哦，等一下还有，我们现在在请，就是看有没有其他地方还有需要帮忙的人吗？有，刚刚那边我发过了。哦，没关系，等一下。在厕所在。好，等一下。好，没关系，就是因为打给用行客，我们要把这边的爱心散发出去，需要帮忙的人呐。谢谢。对，因为大概就是真的很辛苦，真的啦。好，谢谢。等一下，他们先去装东西。等物资。装物资，等一下哦。
大哥，等一下还有东西哈。对，我们就是来，就是做爱心、做公益啊。等一下还有东西，因为我们的人现在去包东西了。等一下还有很多人，我看有没有介绍一下，看哪边还需要这个就做公益的地方。可以帮我们把全部集合在这好了。OK， 谢谢哈。好，没关系，我们等下过去啊。好。可以。对，因为我们东西太多了。那边比较暗。对啊，没关系。掉。没关系，那不重要。那不重要，对，那不重要，没关系。这谁的？你的。我的直播怎么多这么多人？靠北啊！你要录镜快点，来，会红的快点啦！没有开玩笑，靠北，我想说这句话。没关系啊。没差。我跟你讲，波史妹的粉丝先给我分享起来，有社团丢社团，有社团丢社团，好不好？分享各个页面分享起来，真的波史妹的粉丝先分享起来人家波史妹今天真的很爱心，真的不错大家有社团丢起来，我们做全台湾最屌的爱心，做全台湾的最屌的公益。今天开这个直播，不是炫耀，而是我让你们这些全台湾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公益。我们这一趴花了将近快8万块的货价值8万块的货。有钱捐钱，有物资捐物资，帮我们把爱心分享下去，今晚直播把爱传递下去，把爱传下去。我们开直播不假掰，真实样子不假掰，不出一张嘴，不开记者会，全程徒手，自己亲自送温暖到。对，我跟你讲啊，那个波斯没有跟你讲正面我跟你讲有些人妈的做公益做爱心发个面包发个饮料就打发人家，你要知道。哪有要开记者会？我跟你讲全台湾，我们来，我是总理人我很喜欢做爱心，要把爱心散播爱给全台湾需要帮忙的人。我们不假掰，是吗？不假掰。有些人妈的假掰，饮料、饼干还是面包。那小的物件，你得靠不了对吧？垃圾食物，做说明的，不然就是嘴炮一堆。我们就是真实真送，我们的货里面，我们的车厢整车货价值8万块。今年要把中立的人，需要帮忙的做公益的人，我们把爱心散播出去，知道不？有些人妈的做爱心做公益，只是什么东西？为了开记者会。面包饮料这样子就打发了。我跟你讲，你袂使知不？全台湾出来面对。阮无伫讲，阮就伫讲会到做会到。全台湾，我跟你们讲，这就是最屌的公益。有大哥，等一下各位大哥，等一下还有就是每个人都一份，因为我们东西很多还有我们就是每个人都分到就是帮忙到我讲错，不好意思，对不起，跟大家说不好意思。还没有拿到嘛那等我一下我们请我们的员工现在去用了，丢。这一次出来。我们还花钱聘请员工，因为我们的小帮手不够你知道为什么？太多东西了啦，你知道为什么？把爱散播出去，不要有些人把钱放到口袋都舍不得花，有些人妈的钱放到口袋舍不得花，拢别嚼嘴的袂使安尼真正袂使安尼，你知无？把你的爱心发给全台湾，做你的公益，做爱心，不要整天发面包、发饮料，安尼 label 不是 label， 你知道吗？懂我意思吗？发有价值的东西嘛，好不好？我们的价值今天超过8万多我们的价值今天物资很多东西价值8万多，你知道吗？你是不是知道？不知道，我现在跟你讲就知道了嘛。钱都不是重点。对，钱不是重点，有没有？是
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得到帮助，对懂吗？对而不是吃一些垃圾饮料，只是在为饮料打广告。对我们的目的不是这里。对，像我们给柚子，我们从不说我们柚子是哪一家公司，我们不会特别强调，不会拿一个牌子插在我们后面，对，也不会依附在那边说我们是哪一家赞助，我们完全不需要，我们就是怎样，就是给需要帮助的人。对，你有没有听到？有钱捐钱，你有物资捐物资，但是不要给我过期的东西，也不要这边给我唱衰，或者是在那边给我假吹，好不好？拢伫食喙知无？我们就是真实本人亲自到有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会希望说大家给我们一点建议，像我们下一次的场地就是在台北车站，对吧？对对对，台北车站。我们下一次就在台北车站，如果你自己有钱有物资，麻烦捐出来，好不好？麻烦捐出来，捐出来。这全台湾动起来做公益，对，吼！我们不假掰，我们不需要开新闻，也不需要媒体，我们也不需要什么，重点我们不需要记者会，也不需要请乞丐来到记者会台上，我们不需要。我们不是那样什么多屌的艺人或者是明星，我们不是，我们就是一我个只是一般，我们只是平凡的老百姓，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就是靠自己一点小的能力，然后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太多人没有被看见，太多人，你们有听过？我们两个虽然是被一个吃死，一个被泼死，但是其实之前有一篇新闻是一家富豪非常的有钱，有3位同学创造一个自以为是任务的，自以为觉得很好笑很好玩，结果呢，他们对街友当作是任务一样，对街友泼屎泼尿，结果出来道歉的是谁？是他们父母亲。对，我就需要这个父母亲把物资、把金钱全部捐出来。对，我就是需要可以找到这个人，找到那对很有钱的爸妈。如果你觉得你儿子有忏悔之意的话，麻烦叫他出来跟着我们一起做公益，对，而不是对街友泼屎，那是非常不道德的事。非常不道德的事情。你今天出生在有钱人家庭，结果你不出来道歉，甚至是你爸妈替你下跪，你凭哪一点？你凭哪一点？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在 Google 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写泼屎的时候，我就突然知道有3位同学，结果道歉的人是谁？道歉是那个富豪家里的父母亲。那他们对社会做什么贡献？没有任何贡献，甚至是对待街友非常的恶毒的行为，当做是好笑的行为，当做是出任务的行为。但是我们不是这种人，我们是把需要什么或我们有什么，我们能力有什么，我们自己知道自己能力在哪里，懂吗？而不是去过于夸大，去开记者会，甚至是还要一些看板赞助商，甚至还要穿赞助商的衣服，我们不需要，我们就是穿个平民百姓的破衣服。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亲近大自然，亲近这些街友，而不是对他泼尿，懂吗？因为太多人真的是看到街友不但不帮助，甚至是用异样的眼光。我觉得用异样眼光真是一个非常热色又肮脏的行为，真的，这让我真的非常的气愤，真的。我觉得说，你今天如果真的有心，不是靠一些媒体，而是我们一台手机即可，大家分享下去好不好？分享下去，你不要他妈只会当酸民了，好不好？你他妈没钱买糖，我请你吃啊！麻烦就是分享下去，不要跟我屁话，也不要一直动不动来骚扰我，好吗？你有钱就他妈给我捐出来，你没有钱拜托你滚蛋，好不好？不要在那边当酸民，好不好？你不要穷酸成只能当酸民，真的非常的可怜。我告诉你，你绝对马上被车撞，甚至是出车祸，然后被割舌头。我告诉你，下一辈子你就当牛舌给我吃，我真的，你不要笑说我被泼死，我欠债怎样的。你有本事你就跟我一样被泼，好不好？你有本事你就忍受那种塞逼，你有办法吗？你没办法，他们给我闭上你的狗嘴。所以我跟你们讲，有力出力，把你们的爱散发出去，全台湾动起来，把你的爱一定要散发出去，就这么概念，懂的人就打懂，刷一排666，欣赏我们的打666，我就是讲会到做会到啊，我们就是做爱心，做公益。我让这些人知道什么真正的公益。有些人拢在吃嘴的有钱放口袋，拢不要掏出来，是不是？帮助需要帮忙的人，拢放到口袋，
哦，我跟你讲，安尼袂使，你知无？你知我意思无？表面做公益，私底下是逃漏，知道吗？你不知道做公益可以逃漏税吗？这就是台湾啦，台湾的法律啊，知道吗？分享起来有。你真的以为明星捐款哦？不好意思，他只是想逃漏而已，不好意思。不要招到妹妹，不要招到妹妹。他只是想逃漏税而已，真的。对。他只是想逃漏税而已，真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你知道不？把爱心散发出去。我知道的，知道。啊，不喜欢就滚蛋，好不好？不喜欢就滚蛋。你来找我，先讲起来呀！有社团丢社团，分享起来。有没有听到不爽的滚蛋？有没有？哦，温蝶做爱心也要被你们泡是不是？又想泼我，赶快来啊！欢迎呐，欢迎来战呐，好不好？好来战呐！他妈被泼那一次绕赛的死没怕啦，真的没怕。今天如果怕，我会赶上采访吗？会吗？我他妈我问心无愧啦。柯先生，泼我泼很爽哦，哈，泼很爽。到时候人家揪出来的时候，你就可笑了，你就看谁比较欠泼啦。酸民哦，好酸哦，赶快看牙科啦，臭嘴一个。对嘛，整天当臭嘴的，真的啊！我跟你讲，安尼袂使，你知不？哦，整天那边当臭嘴，哦，懂我意思吗？哦，整天那边当臭嘴，你们这些人呢、真的搞不清楚状况，真的。哎、那也就顾而已，知道不？还在装，还在装。那也就顾而哦。打电话一下好了。没有，我等下打电话，我打电话一下，怎么太久了啦？在家里太久了啦！你一直照我牙齿干嘛？牙齿对狼照。我牙齿对人照。哎、你一直照我重点干嘛？我牙齿很滑，你怎么去照我牙齿？我会给人这个一直上来。烧米，你们如果有比我的牙齿还要缓，再跟我宣战。好，懂我意思吗？整天一堆人要蹭我热度，哇我跟你讲，我的价值啊也是10亿身价啊，你懂我意思吗？我10亿大探长呢，你懂我意思吗？有懂我意思吗？为什么你们就觉得嘴巴还是在那边靠没人在刷你？你的牙齿红几年了？告诉他，我的牙齿红10年了，因为我的目标要是当10亿探长，你懂我意思吗？对啊，这些人当酸民，真的我们要做公益做爱心，你们也要酸，你们也要泡，看我牙齿就知道有没有做公益。哎、我为我的牙齿还没有去花钱呢。对啊，欢迎厂商赞助看牙科，欢迎厂商牙齿对人照。如果齿齿高的牙齿可以拔起来，他妈那家真的有效，真的。你继续讲，等一下他会告回更多商品忘我给啊，这些商品一直在酸。哎、你不知道做公益的辛苦吗？看我的牙齿，牙齿，你牙齿真的对狼照。我的牙齿有没有看到？咦，你们就是这些商品都看到我牙齿有没有看到？咦，你要给他啊！啊！我的牙齿很滑，很滑，全台湾最黄的就是我。哎、你一直靠近太久。哎、我的手机等一下去清洗干净的啦。哎、我的形象会回来，我4年来的真形象哎、我还有出歌出唱片公司我要出唱片哎、物资来了，我单就顾了，你知道吗？求支援。咦呀，请求支援啊！哎、泼死正妹，你跑去哪里啊？你都一直照我呀！你们可以去唱。来，物资来了。我们在那里也可以发，在那里也可以发。哎、给他拿，拿好了，这个拿好了。来。来，
没有，这4个我帮你拿，没关系啊，你去拿那边，这4个我帮你。哦，来一起拿，一起拿，来一起，对，你们一起拿的。有，那我们在这边。好，那这边。哎，刚刚谁没有发到？来。哎，照一下。刚刚谁没有发到？大哥。各位大哥有发到吗？八角亭。谢谢，我们八角亭走。前面哪里哪个亭？做爱心。哦，不然这边 OK。好亮。哪边？大哥介绍一下，就叫你们走过来嘛。好，舞台跟八角亭这边先看过来这边。哦，全台湾的最公益，我们就是这条。坡石正妹 BS 40公。哦。摩爹号报请你来。大哥，需要帮忙吗？那拿给他，大哥给你，谢谢。大哥，谢谢，这个不一样。一根柚子。哦，还有八宝粥，我们做的是全台湾最屌的公益，谢谢大哥。来。还有哪边？大哥可不可以带路一下？哪里？很多酸民。是哦。对。哎，农民科鲁啊，请分享。哦，我只是平凡的。分享刷一排金针菇。刷一排金针菇。你在不？哎，我的人几个人？看一下。几个？哦，这么多人，我很挤啊。哦，分享起来有上6次玩，温的我伫直播借天玩呐，有看到无？坡石正妹刷一排金针菇。我是被泼的。哦。还带路哦，这边，农民科鲁啊，有社团就社团。来这边，这边。很多主席农民科鲁啊，大姐，谢谢。这个是保暖的衣服，还有那个柚子，跟2个八宝粥。我怎么没有？有，来，谢谢。那还没有。这边，谢谢。啊，谢谢。来，还有，来做爱心哦，我们可以。哦，没有，来，大家都有。我们就是诚心诚意的爱心。来，这边，哪里都满了吗？啊，谢谢。谢谢啦。照相，恭喜你快乐。你知道我是谁啊？我有看过你啊。哦，是史哥啊。好，谢谢。快乐。好，谢谢。拜拜。散播爱。好。我要把全台湾带动起来。好，就这么简单。还有帮忙。我跟你们讲一下，我们做的公益不一样。别人可能有饮料跟饼干，不然就是泡面，不然就是面包，是不是？可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只有八宝粥2个。我们都不一样，我们的八宝粥2个，还有什么柚子2个，也有一个温暖的衣服。我跟你讲，我们就是把爱散播出去就对了。谢谢。耶稣爱。我们到时候还会送后面出来，对不对？对，我知道，好。对。那边看过，我们从那里。好，谢谢啊，走吧。哇。还有吗？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没有，他没有，他就是已经刚刚拿。哦，有，那走。第一个。这边吧，对。就换地方。哦，跟你们讲，这就是全台湾最屌的直播。我吃屎哥，有喜欢那带给全台湾欢乐，还有泼屎正妹。不是，我是被泼的。被泼的正妹。有需要保暖衣吗？
还有一个。拿过了吗？有拿过吗？谢谢。好，谢谢。走吧。好，谢谢哈。谢谢。好，那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做爱心直播，做爱心全台湾最的爱心义卖，不是靠别讲错了，是做爱心还是什么？是做公益，做爱心公益活动，今天就到这里了。好，谢谢大家，鞠躬一下，谢谢大家。晚上还有一场。哦，直播先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关直播，谢谢大家，拜拜。